讲到咱台湾的农业技术，会当是讲世界一粒一个。咱的政府逐年拢有青年农民大赛计划，会送这青年农民去到新南向国家做农业交流。今年甄选24个来自各领域的农业人才，后礼拜就要去到泰国、马来西亚交流这农业技术，也要发展外交。 那这款是针对在这几年不能外销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开始转做，包括凤梨、百香果跟台东特色红乌龙下去做的饮品研发。台湾农业发达，农产品除了会当食，阁会当加工做饮料、肉酥、鱼干等等，提升农产品的市场价值。台湾的农业好滋味来自济济做事的农民。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，即马有24个农业青年大赛，后礼拜就会到泰国、马来西亚做农业技术交流。借由这次的商访活动，建立起友谊的桥梁。回国后，不管是未来更深入的经贸往来，又或者是跨国的创业投资，都可以使我们两国在农业的未来这条路上可以走得更长更远。农业部甲外交部自2017年开始合作农业青年大赛新南向计划，当年甄选出到的青年农民到东南亚国家交流农业。到今年为止，已经有114个农业青年去过印尼、菲律宾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加泰国6个国家。步步都是外交部，人人都是外交官。那么外交可以为各部会来创造新的机会，而台湾各个领域的人才也可以为国家的外交提出贡献。所以各位，你们不但肩负了农业的使命，你们也是肩负了外交官的使命。农业青年大赛团的组成真多元，有来自全国大专院校、农林畜牧相关科系的学生，也有入选过8大青农的社会人士等等。希望透过这寡台湾的农业人才，参济新南向国家建立产业、教育等等领域的交流，达成农业外交的进步。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。